天所有的毛家长们，大家早安！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拨空来到这个现场。像我们参加的不是一场活动，而是我们相信的一个价值，就是人与动物可以好好被对待的开始，也让社会呢开始发现人宠共好这件事情。台北宠物福伦社宠爱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刚才水润有讲到就是人宠共好，那有什么好？教育、医疗或是互相了解，所以今天有这个活动，就是有人的部分，也有宠物的部分的医疗所以这个 idea 很好。那我们希望今天这个活动能够顺利成功，谢谢。3、5、2、1，团结行善。